哎，看，豪车！村明，我理想中的告白方式，就是一个自带 BGM 的男人，顶着不逊任何一个韩流欧巴的爆表颜值，一把含着抱住我，低头深情地看向我。喂，好笨蛋，你上次给我的门牌号码是错的。他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哎呀，不是，不要乱说。我怎么觉得他这么眼熟呢？他不就是池氏集团的池总吗？哦，对啊。难不成你俩已经……哎，不是，他不是池总，他是我的一个读者，他叫宋小小。哦，撞脸啊，难怪。不过他跟池总长得好像啊，是吗？尤其是这五官。哎，不对，好像比池总还要帅呢。小小，今天你过来干什么呀？我今天过来是要跟你宣布一件事情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不行！为什么？我今天没有洗头，而且我还没有穿那个我表白日想穿的那个连衣裙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我今天答应你的话，我们以后的纪念日都要在烧烤摊上过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今天宋小小的小表白了，他问我要不要做他的女朋友。你说我是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？你跟这宋小小才见过几次，这就男女朋友了？你就不许我们是一见钟情啊？不是，我问你，这宋小小哪儿人？什么职业？月薪多少？在北京有没有房？有没有车？你这人怎么那么俗气啊？我光顾着谈恋爱，哪有空管那么多？这么说，你对他一无所知喽？有什么问题？当然有问题。像你这种智商，还去跟别人谈恋爱？那我就问问他呗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而且今天宋小小给我留了一个他的电话号码，我现在就打电话问。喂，小小吗？我是好聪明啊。那个心机女，我什么时候存了她的电话号码？他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在乎你哟。我就不信无尽打不通。韩毅，他好像把我拉黑了。不，我就说吧，这追你这个人还挺诡异的。我觉得你应该再考虑考虑，要不要跟他在一起。虽然我不知道总经理为什么那么器重你，但你给我听好，今天这个贵客，给我好好接待。他的决定将决定你能不能留在公司。是，我一定戴罪立功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郝小姐，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又是你，石墨，你好，池总，美克拉美欢迎你，请坐，请坐。池总，请问我的任务是什么？我奉我们经理之命，一定全力配合你。关于饮食系列的设计理念，如果确实是你写的，我想听你阐述一下这背后的故事。我需要尽量的详细，甚至包括每一个细节。池总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个是3年前的一天，我跟我的同学去郊外看流星雨。我记得是向哪个同学借了看流星雨的设备来着？啊，我的同学小李，
然后我还向小海借了户外装备。说重点。哦，你在设计理念里说，你的设计灵感源于3年前的一场流星雨。我想问一问你，当时你有没有在现场发现一些特别的？比如说一场车祸什么的？车祸？就像这张照片里的场景。我们当时的确路过一场车祸，但是这跟流星雨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先别管有没有关系，我现在问你，当时你有没有发现一些特别的东西？特别的？车祸就是车祸，有什么特别的？难道还有花式撞车啊？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别的话，我那次看流星雨的时候捡到了这个陨石戒指。除了这个戒指呢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其他的？哎，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，你不是问我产品理念吗？我还能捡到点什么呀？在流星雨中捡到一个陨石戒指，这种浪漫概率很低的。出去。我的理念就是这么来的呀，你知道吗？流星可以实现人们的愿望。我没让你们出去。问的怎么样了？天马行空，胡言乱语，跟车祸有关的消息，一条都没问出来。会不会已经被人给收买了？我看他是脑子有问题，看来想从他那里得到线索，咱们还得想别的办法。哦，对了，待会儿有个重要的会议，上海出品商那边要对进出口进行洽谈。你准备一下资料，我马上过去。哦，那郝小姐这边，你先盯着他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向我汇报，千万别让幕后那伙人得逞就行。好。你最近吃过什么哪家好吃的餐厅吗？每天都是山珍海味。哎，走了。啊，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下次去你说的那家。拜拜。走，拜拜。我们去吃好吃的。拜拜。好。哎呀，走了。接电话！平时讨人嫌哪都是你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刻永远都派不上用场呢？这死韩毅！求人不如求己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好。哎，演员老师，咱们这个戏经费有限，实在是加不了这么多特效，要不咱换一个脑洞？我衣服都已经穿上了，你就跟我说这个？咱们1毛钱特效都没有吗？真是1分钱的这个特效都加不进去了，要不咱就改黑屏加字幕？哎，你小手命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老板，这怎么办呀？喂，刚才听金秘书说有人对那个女孩要动手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那些人还是太没有耐心了。那你们在哪儿呢？我把她带回家了，现在很安全。
你有什么计划？等事情落实了，我再通知你。你现在马上去调查今天晚上跟踪他的那些人。你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老板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郝小姐她……今天就暂时让她住在这儿，她现在是唯一的诱饵，我得看着她才放心。老板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男人，迟墨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不用想太多。昨天你被人跟踪吓晕了，我不知道你住在哪儿，就把你带回来。被人跟踪？对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要回家。回家可以，如果你不怕明天早上你变成一具尸体。不就是一份设计稿吗？郝小姐，我想你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3年前的流星雨之夜，你目睹了一场车祸。作为现场目击证人，你还捡到了当事人的物证，所以你现在被卷入了一场车祸案。昨天跟踪你的那帮人迟早会找到你，到时候杀人灭口，我想你绝对躲不过。所以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配合我查出事情的真相。只要你签了这份合同，我就会给你提供保护。配合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那个合同是吧？我马上就签。这是什么鬼？3天之前，我本来想跟你签一份证人保护契约，只要你给我提供线索，我就给你提供保护。还有一张你可以随便填下数目的支票，但是郝小姐，当时你拒绝了。3天前，把这份合约签了。关于饮食系列抄袭的事情，我们公司不打算再追究。可我打算追究。你不想听我把话说完？你不用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迟墨、迟总、迟大爷，我知道你是兴盛公司幕后的大老板。你不会因为我即将揭开你们的抄袭丑闻，你就害怕了，你就上门来求我了。因为我不会因为那一丁点的利益，就出卖我自己作为设计师的尊严。我要让所有珠宝行业的人都知道迟氏集团的抄袭丑闻。你迟氏集团的老总迟墨是行业的败类。好机会转瞬即逝，现在证人保护契约没有了，那张支票也没有了，有了只有这份合同。但是为什么是女佣劳务合同？我给你提供保护，你也得付出劳动啊。再说你现在欠我巨额债务，我总不能把你当成大小姐供着吧？怎么样，签不签？合约第1条，如没有特殊要求，郝聪明不得靠近迟墨3米以内。第2条，郝聪明不得在众人面前透露与迟墨的合作关系。第3条，郝聪明不得走进迟墨的生活区域。为什么都是针对我的？那你要是对我有非分之想怎么办？你不用多此一举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那可说不好，有些渣男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平时西装革履，看起来像正人君子，到了晚上就变成色狼，左拥右抱。不行，一定得填进合约里。哇，这里
里可以看到楼下的花园哎。哇，浴缸！洗澡的时候注意防滑。如果你想假借摔倒引我进去查看伤情的话，我劝你还是算了吧。因为不管你受了多重的伤，我只会打急救电话，绝对不会进去。好饿。活过来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找到点吃的，你要不要抢？我从来不吃像呕吐物的东西。呕吐物？这不是你自己买的吗？那这个会议暂时先到这里，大家休息一下，一会儿继续。李先生，上次见面，我记得您特别喜欢那家老式的法国牛排，我特意为您请了那家法国餐厅的大厨，一会儿开完会还请您光临寒舍。到时候那位大厨会给您亲自烹饪一份原汁原味的法式大餐。金秘书，40分钟后上菜，确保菜的温度合适。老板，怎么了？新来的助理记错了日期，他定成了明天，所以今天可能来不及了。这点小事儿都给我办不好。马上启用备用方案，务必要让李先生满意。还有那个秘书助理，让他马上去人事部结算工资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老板，他平时表现很好的，而且他是应届毕业生，好不容易才通过了面试。这里是商场，不是菜市场，我只讲成败，不讲人情。站住！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啊？不就是订错了餐吗？重新订过不行吗？要不要这么大惊小怪，动不动就把人家开除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工作很难找的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做错了事情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嘛。这个女孩子恐怕是刚出校门就遇上这么残酷的事情，会对她以后的职场造成很大的阴影的。一个毕了业3年的人，被解雇超过99份的工作，你对此是不是感同身受？我不是被解雇的，我是自己跳槽的。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，要么非常优秀，要么极度平庸。你觉得你是哪种？如果我可以顺利递到那家餐厅，你就把那个要解雇的秘书助理留下来，敢不敢跟我赌？老板，李先生对您的诚意十分满意，今晚订餐的事情还真是多亏了郝小姐。好聪明。金秘书，你都搞不定的事情，他是怎么搞定的？金秘书，现在还剩多少时间？
34分钟。我马上给他们的主厨打电话。你认识他们主厨？你来，你跟那个主厨是什么关系啊？听说他的脾气很古怪，这你都能搞得定？我之前给他们的餐厅送过海鲜，每次都是累死累活，好不容易可以满足那个主厨的海鲜的需求，也算是以海鲜会友了。他这个人啊，有一个毛病，不允许别人质疑他的水平，而且一旦有新鲜的食材，他就会忍不住马上开始做菜。所以呢，我就用挑剔的时刻激将他做菜，肯定水到渠成。这就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看来这个郝聪明并不是一无是处啊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挺不错的。这个是他的那枚陨石戒指，是你想要的东西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是怎么拿到手的？郝小姐似乎特别容易相信人。哎，郝小姐，你的戒指好特别啊！这个啊是流星变成的陨石戒指，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哦。进来。李先生那边的人已经被送回酒店了，你要不早点回去休息？你去帮我检测一下。这就是那枚钻戒。我刚才跟我的戒指对比了一下，我觉得应该就是。那你要怎么做？他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知不知道真相并不重要，就像他当时无意间带走了这枚戒指一样。同时，他有可能无意间也带走了车祸现场其他的东西。只要有证据，我们早晚会找到真相。或许吧。我先检测去，你早点休息。去吧。